生咗好多事。咁最近就係美伊咧達成一個初步嘅臨時協議。咁到底呢個協議係點咧？其實我過去嘅影片都講過好多關於美國涉足中東事務所帶嚟嘅嗰個影響，以及長遠嗰個嘅情況咧，都喺2023年中東火藥庫嘅文章交代晒，所以就呢度唔再重複講啦。咁今日主要咧就係要講下，即係股壇盛事啊 ，SpaceX 咧係以1.8億咧就係上市，咁呢個係歷史上邊最高嘅上市同埋開市記錄嚟嘅。咁好多人談論嚇，我啊接到好多嘅 message 啦、廣告啦咁樣樣。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就2008年呢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得主呢一個保羅克魯曼 OK 就將呢個馬斯克咧就形容為一個泡沫嘅製造者，人形龐氏騙局。咁因為佢認為咧馬斯克旗下嘅公司嗰個股價同埋企業個估值咧係好依賴咧嗰個馬斯克個人嗰個形象。即係大家會覺得係天才拯救世界啊，咁嘅形象嘅一個即係人群一個盲目崇拜而帶嚟嘅效應。咁所以呢，就好啦，咁到底你問我係點樣樣，我當然就係睇下星圖係點樣樣，所以我就就佢開始第一批嘅交易時間啦，即係 SpaceX 開始個交易時間就開咗一個佢嘅星圖嚇。咁呢張星圖咧，其實就好鮮明嘅嚇，嗰個信息好鮮明嘅，就係呢間公司啦，就係一間結合咗太空、通訊、國防、全球資訊網絡基礎設施嘅公司。上升星座係處女座，所以呢個意味住呢間公司本質上邊係一個工程導向嘅公司嚟。咁佢嘅優勢係嚟自呢個系統設計啦、執行能力啦、製造嘅呢一個嘅效率啦、技術整合咁樣樣。咁佢真正嘅競爭力其實喺嗰個工程體系裏邊嘅。咁樣呢個星圖裏邊，天王星咧貼近呢一個天頂，見到一個好強烈嘅創新嘅信號。佢帶住咗一個即係傾覆嘅傾覆者形象啦嚇，就一個革命者嘅定位。而確實佢嗰個個本身嗰個事業係咁嘅樣。咁呢個係同傳統嗰個產業有一個幾相當對抗嘅色彩嘅。通常呢一類咁嘅公司咧，嗰個市場上邊個態度就唔會中立嘅，所以好兩極嘅。支持佢咪改變世界咯，唔支持佢真係好不切實際啦，係嘛？睇翻 SpaceX 咧喺早年歷史嗰個係都幾貼近嘅，因為佢其實經過好幾次嗰個發射失敗噶嘛。咁嗰個所以嗰個市場同埋個產業界咧，曾經都好質疑，即係佢嘅可行性嚇。咁但係一旦技術突破咧，個資金同埋嗰個關注度就好快集中啦，就好似而家咁樣樣嚇。太陽雙子座10宮咧，即係喺初入市嘅時候咧，即係網絡已經係鋪天蓋地嘅討論。散戶狂熱啦，就即係將成件事推向高潮。咁所以你睇到個開牌就暴漲，咁呢個咧好符合嗰個雙子座嗰個輕快同埋嗰個高敏捷度嗰種嘅資金炒作表現。不過呢度要注意咧，就係太陽同冥王星係135度，咁呢個意味住咧喺嗰個企業嘅公眾使命嚇，同埋佢嗰個傾呢個嘅傾覆性嘅創新同民眾嗰個投機性嘅資本力量之間咧，係存在住一個咧，係即係維持住一個緊張嘅。呢個壓力咧就係點講咧？即係太陽喺10宮，佢會認為呢間公司咧係想成為一個產業嘅領導者，但係咧冥王星係5宮，即係話呢一個嘅市場咧。點樣去對待睇呢間公司就係佢本身係一個革命者嘅創造，所以咧呢一個嘅市場嘅表現會係冒險投機。市場嘅期待係改變世界，
而唔係你嘅穩定營運。咁但係一個成熟嘅企業思維咧，基本上佢會諗點提高利潤啊，控制風險啊。但係如果你咁樣嘅時候咧，可能市場可能就會失望，係嘛？大家諗下，唔係去火星咩？係嘛？咁如果你要照顧到嗰個市場嘅話，令到市場興奮嘅話咧，咁你就會需要好即係好大量嘅資源去投入嗰個星艦嚇，咁就會燒資本嚇，咁亦都會冒住一啲高風險嘅測試。咁呢個情況就管理層嗰個壓力就會變大啦。咁啊帶嚟可能就個成本失控啦，失敗率提高啦，嗰個現金流波動。所以咧係長期存在住一個咁樣嘅張力，咁亦都對股價咧係一個壓力嘅。呢種相位咧好容易出現咧，就係個財報好好，但係個股價跌，即係個股價反映嘅唔係而家，而係未來啊嘛。咁但係市場睇嘅唔係話你嘅財報好唔好啊嘛，而係有冇比我原來期待嘅更好。咁所以個真正嘅風險喺嗰個期待嘅落差裏邊。咁呢一個嘅克魯曼咧，佢呢個係指出佢係企業嗰個需要係不斷嘅製造一啲宏大嘅願景，或者一啲嘅承諾嚇，譬如火星殖民啦、完全自動駕駛咁，嚟到吸引新一輪嘅資金，或者係繼持續咧係維持嗰個高股價嚟到咁嚟到掩蓋而家嘅業務咧，可能面臨嗰個盈利嘅困境，或者係過高嘅估值。所以咧，一旦咧即係吹水吹唔落去，或者個故事編唔到落去嘅時候，大眾可能咧就會對佢個人嘅嗰個崇拜咧係破滅咁樣樣，所以個估值咧可能會就面臨崩盤啦。咁佢有咁樣嘅，佢呢一個咁嘅評斷啦，咁係同前邊嗰個星象所帶出嘅意思咧係幾相近嘅。咁但係你要睇全，即係如果我哋睇嗰個全盤嘅星盤先至可以決定到底會唔會係向呢一個方向走咧咁樣。好啦，呢度睇星盤咧，個金星同海王星確實係120度，咁就投資咧一定程度上係有嗰個現實以外嘅願景係嘛。咁啊，但係咧再睇下。火星同月亮咧喺九宮金牛座，九宮係遠方，所以喺呢度嚟講就係地球以外嘅地方。咁所以個願景講得好大嘅時候，我哋問有冇執行能力啊？即係話啊，前面批評係咪吹水吹唔到落去，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啊？咁呢度話俾你聽，其實佢有一種好頑固。火星金牛座同月亮同道嚇喺九宮。佢係好穩定嘅，有一個好穩定而頑固嘅執行能力嘅。咁首先火星喺金牛座，佢未必係好快脆，但係佢一定係耐力好強，佢唔容易放棄，佢可以長期投入。咁特別係適合一種大嘅工程，只不過佢嗰個啟動係真係慢嘅嚇，亦都唔會容易改方向嚇。咁呢度仲要注意嘅就係火星同水星係60度噶嘛，咁所以咧月亮喺金牛座，咁嗰個判斷咧係偏向務實嘅。咁火星喺同水星60度，即係意味住佢咁樣諗，佢呢個係一個協力嘅角度嚟，即係佢咁樣諗，佢有冇真係去嘗試去落實咧，或者係堅持落實咧？明顯係有嚇。咁所以呢間公司唔容易被市場嘅噪音影響咯嚇。咁佢既有願景，亦都有一個執行嘅能力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係比較適合咧，係用一個產業趨勢投資嘅方式去持有，而唔係話財報交易啊，或者短線波段嘅方式操作咯嚇。咁因為呢個盤裏邊佢最強嘅信號咧，係來自呢個技術革命、網絡效應、市場共識。而呢啲嘅力量通常咧，其實需要係好多年咧，先至完全展開嘅。
咁啊，而與此同時，你睇下金星啦、木星啦，係對沖冥王星，咁呢個就好意味住途中佢可以能伴隨住一個極大嘅波動，或者係嗰、個嗰、個重估嗰個嘅估值嚇。所以你長期嚟講，當然係唔會係一路順風嘅嚇。咁啊，好多人會認為科技企業最大嘅風險係喺嗰個技術失敗，但如果從星象嘅隱憂嚟講，唔係呢方面，嗰、個風險唔係喺技術失敗，而係因為佢太重要嚇。咁但係頭先講咗，佢係國家級嘅工程嚟嘛，所以公司嗰個真正價值係喺即係一個網絡啊嘛，係咪？Starlink 係全球通訊網絡，咁佢核心係一個橫跨住資訊通訊啊、國防啊、政府全球未來嗰個基礎設施嗰係一個咁樣嘅超大型系統嚟啊嘛，佢唔係即係唔係單純一個嘅航太公司，所以呢類嘅公司咧就好少會甘於成為一個產業嘅參與者嘅，佢基本上係希望制定，即係佢希望能夠成為嗰個規則嘅制定者，所以真正嘅即係市場睇到嘅係火箭係嘛？佢真正嘅運作其實喺個權力網絡度。咁所以途中你睇到個星象有一樣好重要，亦都係帶嚟佢最大嘅限制，我覺得嚇就係水星同土星咧係成90度，呢一個係一個雙形嘅角度嚟嘅嚇。咁即係一個壓制嘅角度。咁呢一個就代表咗係資訊同制度本身嘅衝突。水星係通訊網絡啊、數據情報咁樣樣。土星咧，土星位於八宮，呢個八宮係乜嘢嘢咧？係個講緊一個國家嘅戰略資本，佢個保密機制、安全審查。如果兩者成為一個角力或者係一個挑戰啊，土星去咁樣去壓制水星、挑戰水星嘅話咧，咁即係話當 SpaceX 咧越深入國防同埋全球通訊體系嘅時候咧，佢受到嘅限制就會越嚟越多啦。譬如話啊，啲技術出口嘅限制啦、軍事用途審查啦、國家安全嘅要求啊、個國際政治干預啊，咁呢啲即係從呢幾方面，你會睇到嗰個限制點解就會來臨咯嚇。咁呢啲限制未必係傷害到公司嘅，但係佢好明顯就會限制咗嗰個商業化嘅速度咯。咁即係換句話嚟講，SpaceX 嘅未來命運咧就唔係完全由市場決定嘛嚇，亦都唔係馬斯克決定啊，而係有好大部分由美國嘅戰略利益決定啊。再睇睇天王星咧，同冥王星係成120度一個好順暢嘅角度，呢個意味住咧，呢間公司個技術嘅創新咧係喺度改變緊整個世界權力格局嘅。咁啊，所以間公司有冇發展咧？梗係有發展啦。但係公司發展係咪每個人去買佢嘅股票都會係賺錢咧？咁呢個係好多時候又唔係同一件事嚟噶嘛。咁就到未來嘅2027年到30年，到底佢個發展係點樣樣咧？大家要注意啲乜嘢咧？咁呢個咧我就會留喺呢個會員嘅影片裏邊。咁大家可以通過我個 Patreon 啦，Patreon 係月費嘅嚇，就或者係我嘅網頁啦，即係繁星歲月嘅網頁啦。咁就係年費嘅，咁就大家都可以喺嗰度睇到我嘅影片。咁網頁又係資深會員級別，咁佢資深會員咧有咩特別咧？就係多咗一個大家可以每年咧係問我一個關於你自己嘅私人問題。咁大家有興趣嘅真係想睇下譬如你手上持有呢啲嘅股份，咁你想睇下未來2027到30年到底嗰個發展係點樣，咁就有興趣可以大家去即係訂閱嚇。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啦，咁會員影片見各位，拜拜。